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在民国114年的时间，拄好喺我哋6對300年的時間。其實即係睇6對嘅幾多總頭地位，除咗有幾多慶祝嘅傳統以外，其實係有啲最特別嘅係我哋嘅幾多總頭地位，例如啲總頭嘅劇場。但是到現家來講嘅話，其實有幾多總頭就慢慢都冇做嘅，但是佢特別嘅係睇我哋新幣，又俾我哋總頭嘅劇場，其實話要慢慢嘅話要存下來。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來自新幣嘅，算是新幣劇場地位最重要嘅兩個人物來到我現場，伊哋係我哋嘅總蘭言，蘭言姐，蘭言姐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新幣嘅總蘭言。那同時我哋嘅村長，我哋黃秀華，秀華村長，馬來到現場，村長好。主持人好，我哋新幣來嘅黃秀華。今日佢歡迎兩位來到我現場哦，因為其實看到他個人嘅劇場，其實我哋114年嘅時候都看過嘅，因為佢擺嘅頭擺白公講，都睇我哋咧沒有堂前，我哋前面有在做，好，嗰時其實我都已經有看過啦。但是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其實幾多年嘛唔係講當初做乜我有總頭劇場。總頭劇場嘅部分，應該講係對2021年，也就114年嘅時間，都到6對300年。好，6對300嘅時間，我哋都以客家委員會，我哋創作嘅救出嘅總頭劇場。也救出總頭劇場呢，陸地講嗬，我哋做田野調查，我哋去調查我哋6對地區採地嘅成法，來做頭牌嘅故事，頭牌嘅故事當中呢，都係有我哋生活上啦，喺無論我哋自家宗教信仰，還是講我哋地方嘅一條流傳下來嘅故事，我哋來編劇，編嚟如採地嘅人來演出，來慢慢嘅也主要如係我哋所謂6對嘅 DNA 也嘅部分。每一個劇場我哋都有安排，如地講採地嘅故事來傳。其實也對講去回想講，在300年前，如地講做幾時間，我哋嘅下係點樣嘅來設計也嘅6對，係來創作一直到也下嘅故事安尼。嗰啲時間能做對來講嘅話，係推出樣嘅戲劇。做對來講嘅話，我哋係包括新幣、嘉東也兩個項，嘅係如係嘉義不可無料劇場，我哋做調查。18遍我哋嘉東同新幣也兩個項嘅故事，我哋做嘅頭擺白公講，大部分攏係以白公，嘅下白公如地講在祝福期間。我哋如地講，北公他家人攏幾歡喜來慶祝，也會祝福百姓等嘅發通嘅啊！不過在北公一到北公北婆一到祝福他家人歡喜嘅期間，伊嘛係看到人間嘅辛苦嘅一面，伊就想講，水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所以也地備有水源嘅部分，還有味道水源大殺戰，像西瓜片也大殺戰，如按呢來傳出我哋採地新幣同嘉東嘅故事，來演出也會部分。嗰種幾擺頭擺白公講，其實伊係用伊啲做對嘅伊啲整體嘅概念來寫，等於你講係講新幣論嘉東嘅故事嘛，嗬。係錯。啲幾時節其實因為頭擺白公講，其實我哋秀華村莊也有參加嗬。有啊。迄下因為我哋鄉公所主辦單位講，呀村長一定要參加喎。我講加快睇嘅，我頭那個通我講我好容易那樣講行咯，配台詞那樣配咯。老師說他講唔怕，我哋要慢慢嚟學，要請老師嚟導演嚟同你教。然後因為我都講咁樣教實，一天都學。那因為他都學到要成績出來哦，全部他都個翻啲嘢哦，安尼。嗰時幾時係因為我哋鄉公所辦嘅嗬，嗰時講村莊一定要去參加，嗰時唔去參加係咪？係。同樣我哋村莊又講，伊係好容易嗬，嗰時唔可能，但是因為戲劇一般都係用我哋客話來發言嘅嗬。嗰時幾時先即係開始愛用客話來講嘅時間，唔幾時客話講得好冇？去下喲，講唔出嘅老師要同我一又講唔出，哪有好時間去歸真啊？客話一集詩，
佮深的是，伊是无强用，说不定都会学啊，老师指导安尼让我拄好讲啊。但是你这个做群众一件事情，这个做群众以前有讲合法无？袂，嘿，因为我18有伫做生意，嘿，我做的开店开24年的热潮，啊，又接很多个导人啦，嗰度行系嗰度行人，啊，说白我都18要跟听人学，人学要教我的啊，我慢慢的学，只要唔讲人啦，啊，人讲的，你无讲唔错，拢学唔到，冇唔错，冇唔错。可是你作为群众以后，群地波我讲合法冇？会啊。会放松，我放松，我讲步，我放松，我讲3种话。讲3种话，哪3种？台语还华语嘛有客话啊。哦，法语客话。客话。河洛话。河洛话3种。好，3种放松。河洛话唔是说啦，客话那是说但是讲究的全部。下来村民讲，村长啊，讲安尼唔错嘅，讲用的super版袂晓用讲，当然咯，因要教俺的啦，路批要教俺的讲，俺哋都学的，慢慢的都学到，也帮讲唔错，下摆都错嘅啊。唔错，哎呀，真的，其实你想人就学河洛话腔样啦，吼，那讲国语腔样嘛，一摆讲唔错，我都下一摆都讲错，我都好对啊，系啊，系啊。但是问题系讲。剧从无腔样呢，唔讲台词的部分，吼，嘛可能讲1摆、讲2摆、讲3摆，我都无的啊。甲座位喏，嘛都爱行路，我记是导演有教咱用的行，我用的做戏嘛。有啊，有教俺的啊，俺的如果像俺的特别白公公的300年的迄种的吼，无论台式拢有，伊有好上的，又有各种。个社会有参加，比如80人社，全部路轮拢有，他甲教我个签哦。系啊，因为几摆做戏的时间，后来有得提女配嘛，女配前面，我都发现到讲哦，我按专业咯，做一定好，因为后尾话有接杀条係咪？有打杀战，嗰時我發現到，其實每一啲人都感覺佢投入，然後同時嘛做過好，佢從幾時時的話。體育出去，他個人係咪練過球啊？體育出去頭擺白公講啊等，因為佢係拄到疫情嘅關係，嗰時候有延後，嗰時候嗰段時間反而請求差唔多年過，年班係差唔多年班嘅時間，係嗰時候在練習嘅當中，他個人也一方面延後啦。他講完後，也對這個所演的角色有眼過熟絡嘅。我唔錯，因為其實嗰時一開始咧做調查時，都改做都開始嘅。但是後來真正開始做時，都疫情來，然後全部都停擺在那邊，因為冇辦法去拍方來練習嘛，我冇辦法開飛，嗰時其實全部都用線上開飛，但是線上開飛是線上開飛，但是冇辦法下去裝頭地方呀，因為嗰時。全台灣省都全部都過嚴重嘅時間，後來都慢慢的都等於都一啲基碼一年到1年半，真正到1年半嘅時候，你種頭當係嚟自講嘅，他講人歸熟落嘅。佢從做起以後，其實對新比來講嘅話，以外有其他嘅劇場。有，對我哋6對300，頭擺白公公。過後，拄我哋新比有採題嘅音樂創作家嚴志文老師，志文先生佢係過來看亞嘅戲劇，伊攏因為講，既然總頭戲劇可以帶動我哋採題嘅文化，啊，本他個人地德，咁安尼係咪來延續？所以佢下我哋咪有，都哋講志文先生邊個哋佢下如同狀況嘅人，強下如適合，我哋要做嘅幾來嘢。還有水內嘅有這位，也兩出戲劇。幾內嘅主要吼係錄下採題人去到北部發展，在幾內我哋新比嘅故事。佢下志文先生啊，記得還有講一句話講，如何愛有人留在故鄉，故鄉嘅事情，讓我有好了好教，啊出得來佢嘅素材。啊，水內嘅有這位也出戲劇啊，如何在描寫？其實我哋新比拄在林邊海嘅隔壁嘛，啊特別佢當然種西瓜，我種西瓜片，啊西瓜係幾節咧？睇水打過後嘅，總係得舒適嘅，如愛曬味，啊一定會去體育館，
故所以也會部分我哋去做調查，由我哋新皮菜地嘅文學家開始來寫也會劇本，他今年來演出。也會部分結束過後，如係去年咧，我哋要運作嘅，如新皮鄉公所嘅文化文藝復興計劃地備，也要做一啲我哋菜地嘅寫客莊嘅故事，來延續我哋新皮總頭白宮嘅，總頭劇場嘅也會部分。等於你講，其實6對300以後，其實你哋總頭地位對劇場一件事情冇點起。冇。好，因為中間有我哋顏志文老師嘛，我哋志文先生來到，對歸到我哋新皮以後，後來其實咪要帶兩場。好，咁嗰兩場地位係唔等原班人馬上去嗎？還是說一定其實係一個新的組成？原班嘅人馬也有，在新加入嘅也有。係。如他人如嚟講調整好，以古天，我哋睇本浪係古天，拜二暗晡，一出係拜二暗晡，另外一出隨來又做嘅係拜3暗晡。如哋講可能古天嘅時間，時間都會他人都會適合，所以我哋咧關懷據點地備，他人來練習，來做，如哋講來排也嘅戲劇地備所有嘅情形，如哋講慢慢地去習慣也會部分。等於你講，其實也一站嘅地步，我哋嘅新皮沙區一出旅遊做我哋嘅劇場嘅訓練，有時下我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節目來自我哋新皮嘅總蘭人來演者，還有我哋村長秀華村長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哋嘅新皮都係做嘅那一條嘅戲劇。我都想問一下來演者，因為頭先已經講到講，其實後來一陣時間，其實對新皮來講，你一直冇去團過做伊啲戲劇嘅練習嘛？冇錯。係，咁去年咧，去年行過做伊啲新戲係乜嘅戲啊？也會，看到新皮，看到新皮，我哋看到戲嘅什麼呢？看到新皮主要話其實我為實天也會看到新皮，也會部分係有兩個意思。第一係本我哋自家演出嘅人，第二我哋菜地嘅故事。因為菜地我哋新皮有時係客莊，包括我哋新皮、建工、大鐵變南豐。南豐如拄到我哋4個村有無窮樣嘅生命，故所我哋都想講用4個生命來寫嘢嘅劇本。包括南豐村，我哋菜地會講南燕咧元西爺、如太子爺，再來如係大鐵咧田後強嘅媽祖姑婆，建工嘅三山國王，我哋新皮菜地嘅開莊北宮，也4個生命，我哋都想講頭擺攞一批菜地發生乜嘅事情，我哋都來寫嘢嘅劇本。寫嘢嘅劇本過程當中，個奇妙喎，也4個生命，我感覺有生命有保護到，係，故所以在寫劇本同練習嘅過程當中，都一定順序。因為好貴，特別你講，即係用4個生命來串聯4個村莊嘅故事嘛，嗬。但是其實有啲我認為講，生命也嘅角色啊，嗬。其實，怪唔到咁容易做啦。好，因為生命嘛，咁個生命嘅角色用喺一起未啊？也錄過啲書哦，也同觀眾朋友真係來分享。我哋呢生命，所有嘅演出人員哦，我哋除咗開會、天熱開會嘅時節，如講我要同他家人報告講，我嘅劇本地備寫嘅角色係咩？差唔多那一種嘅，一人攏刺痛，自家來演。係，故所以他家人看到也嘅部分啊，嗬，然後自家人角色自家來演出，故所以在排練嘅過程當中，應該講啊，嗬，他家人攏過順序，生命保護的呢。因為你看啦，他家人有看到講，也上面地方有他家人看到有生命嘛，嗬，然後同時話有日本兵，啊，像我以前啦，嗬，我哋做日本兵啦，嗬，如係我哋講猜拳啊，猜輸了去演日本兵啊，一定攏從佢自家人咯，係啊，好以為做生命，但係我哋提供，其實秀華村莊做係媽祖姑婆係咪？
系啊，你当初哪想要做马祖姑婆？因为咱的也戏曲啊吼，有戏的神明啊吼，明年你拜倒去。伊咧讲，俺咧做太子啊，伊咧讲做俺咧做王爷公，伊咧做土地伯公，领导俺，当然就做马祖的啊，伊就讲哦，安尼可以哦，落去都他假如安尼落去，佮合作去做个，佮团结，他假如安尼个戏剧啊吼，演啊真有热心啦，佮奇怪，俺是感觉讲。明年的角色都无强，明年角色安尼拍。分配到伊的，全部都做啊真好，像安尼办掉出来。迄哩，因为吼，中华讲有人讲唔多敢做神明，因为神明啊吼，行路可以佫有办啊，吼，无法我像生意的啦，吼，将来做副，比如讲做男人啊，做副营干啦，安尼行路安尼大啦行来行去，做神明有神明的办啊，其实是有想到讲能用做神明吗？因为我感觉讲，安尼讲。也早谈对也讲对大众迄个哦，他个畅快哦。迄种个安尼个感觉咧动作啊吼，动作啊吼，分他个感觉佮紧张啊讲，行畅快落伊个保护也大体重的哦，也早谈哦配对大众迄个，那迄种个安尼个感觉吼，分他个愈安尼，佮紧张的时间吼，戏出来愈安尼佮激烈啦。他个看啊，迄种全部个哦。做嘛啦，表演得安好啦。因为头东岸的修法村庄讲的其实算是马祖姑婆的故事啦吼。给完整的故事，同咱观众朋友讲一下好吗？也是找差不多日本时代，给他读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了吼。有一代陆地讲啊吼，美军不用炸弹，结果大众天后宫马祖姑婆显灵，踢炮弹。也个吼，也个故事，迄阵甲阵就也下找神秘，差不多80-90岁老人家，凊彩问，不管谁来的谁妹的，拢穷样，问一定绝对会讲，一定嘛有印象讲，哦，我哋小时节，佮炮弹吼，往标啊天后宫门前面，他赶紧去参观。一定嘛有印象讲哦，万你甲种80-90岁，迄一定带去的，伊万会讲哦，如迄头摆炮弹如迄标个呀，他赶紧拢会来看，包括也下主要天后宫也下有做过的嘛吼，唯一留下来一个炮弹打过的壁，个注意咱看得到，本人大家有限类型比了。对，你讲也北山上边还是有看到，其实就打过伊个算是伊个必顺的地方啦吼。冇错。可是你这个说马祖姑婆的时间，你这个同我讲到嘛，其实等于讲你做出个时间啊，因为早打下来的，你很他赶紧变走嘛吼。啊，其实人家心情能用来做啊。伊还有我通作啊吼，如讲，假哟，也早谈落来哟，我有安尼个。紧张，通作边边嚟讲，畅快嚟救哦，救大体重哦，保护你哦，他家保护你了，拼命的哦，无个用伊的，全部人都安尼起出来吼，都太通啊，全部人都找鬼团嚟讲，叫畅快变嚟大众救保护因呢，咁其實對你來講嘛吼，比如講，你今日接觸訪問咪吼，你即個其實係做戲哪個難啊？做戲同上節目咪哪一個難？做戲啦。做戲個難怎麼咯？因為做戲啊吼，嗰度人客看啊，嗰度村民睇看啊，他個要緊張啊，面個角色你無學到好落，要緊張講，打電話出去唔條要掂迄毛，要掂去講，啊，你要睇通人嚟講，啊，早陣啊陪佢到大單位哦，他甲向我來顧保護因的大體重嘅人哦，迄種嘅安尼嘅角色，迄種嘅緊張嘅時節吼，全部人都帶動啊，規個團嘅攏全部表現得真好。可是等於你講，其實現場嘅觀眾其實嘛會影響到你哋做出來嘅伊個心情係咪？一定會。啊，主要我哋也出戲嘅嗰特別嘅地方，嗰特殊嘅地方係我哋演出啊到後面嘅時間，我哋來結合我哋一下目前身邊有那條好料好高嘅，故所以我哋在也劇本地本，我哋都結合嘅我哋身邊男人一定在演三十暗部
有夹主卡的法通。古种我哋要用现场，用本他讲嘅，嚟讲观众来参与我哋嘅法通，而哋嚟做嚟讲，观众也係我哋演員嘅一部分，而哋嚟夾主卡嚟除到係寫書詩，假如有主卡，除到服飾，都奉辦嘅，係都安尼，係，古種有介紹到我哋結合到我哋身邊菜體，有那啲好料、好食、好高嘅地方安尼。等於如果有啲劇場地位，就像頭一開始講嘅，也按照看到神秘嘛嗬。故事係故事，雖然講寫總頭嘅故事，但是其實以最慢的一啲希望講，他個人可以看係有戲劇以後，可以講認識我哋神秘一些村莊，一些客家村莊，同時嘛，提供一些客家村莊地方有自家可以行社會重點，從頭講夾主卡，夾大田咯。大鐵同埋有講到嘛，田後橋也係真好嘅，咁所以乜門也可以一定講，可以地講一般係保留，有是把小酒如酒，係，如地講唔去到嘅，唔可以看得到最頭擺最原始一定嘅貓嘅地講樣貌，係，再來結合一定是一定黃木貨房，係黃木貨房在大鐵也係算一定。出得嚟看嘅地方，係。咁建工咯，建工嘅法律有揾過多嘅哦。除了我哋總務貨房，嚇我哋咧播中文，研究我哋開始推有病母語呢件事情，如我哋講嘅呀，蔡天元講雷公礦啊，係如地講每年4-5年嘅時間，如果開發發佢出。不過也係我哋行受先批其中嘅一部分，係。咁對啲村莊來講嘅話，因為戲劇做出來以後，嗬，他個人嘅反應樣嘅呀。他個人看到嗬，講啊是啲身邊細種嘅，那有安好嘅，他全部按團結來做，按嚟去本日提出，也是那老師教嘅咯。哎呀，那老師教嘅咯。啊，對那類咯，要見門啊，我哋要講啊，要同介紹出去啊。講有人擔任老師啊，有呢，我哋本來呢一時咧，見於本來大家睇下做安尼做戲出本大家，本也種看認識我哋也身邊講哦，身邊有安尼發展，有要推廣安尼嘅人才，啊嘛又講做戲劇做到按同頭擺事情做啊，變保留到本海推聲人嘅。是要嗰度細人啲款啊，但是細人啲款冇啊。但是太人啥咯，講阿婆阿公要講，我哋頭擺都樣，我唱安尼，啊看下戲嘅都地講哦，我哋頭擺都樣講嘅，是把有連帶到提上細人啲頭擺，本細人地講頭擺先發生樣嘅安尼。也係咪有啲意思？講其實睇看戲嘅人。而作為戲劇地位，其實嘛係一條看戲人嘅以前嘅一啲記憶。冇錯，因為兩個方面嘛，看到神秘，一方面係我哋演出嘅人員認識頭擺祖先來，一直到夜下他講演出嘅地講，佢10萬個努力出嚟推我哋神秘。另外一方面，本參加嘅人觀眾，可以感受到我哋有他講演腔下嚟講，頭先有講嘛，演員。觀眾嘛係演員嘅其中一部分，也必定看到我哋神秘，係，所以也會看到神秘，也會劇名係有兩種意思。嗰時伊啲劇場伊唔單止本片人看到，也會伊啲總頭，同時嘛本總頭人想起以前嘅總頭很樣嘅想法。休息下我哋下一檔節目為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新邊嘅總蘭人姐，還有我哋村長黃秀華村長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伊哋去年嘅啲新戲看到新邊，而慶陽嘅開始也係戲劇嘅。我想問下蘭人姐嚇，佢從那啲排練嘅時間啦，差唔多花一多時間嚟排練一下新嘅戲劇啊？佢係我哋差唔多花嘅半年啦，半年啦，啊喺古天嘅時間。好來練，
尤其去遐7月咧吼，拄好强的去，嘿，也因为伫背吼有几度唔免吓人的嚟讲，也有两公婆的，都有个奇妙的故事啊，嘿。咁其實村長咯，其實排嘅半年人咧，半年人嘅排練，唔知講我感覺到規劃時間冇？唔會啊，因為時間，因為村長是伊是說時攏愛呼呼的啦，但是講到我哋排練的時間哦，全部因為有事情也要叫我做，因為村民的事情較重要。我哋香港說民政科長沒有參加啊，他演的角色是日本人，也是演得很好，大家都很開心啊，尤其很多個島安尼個，安尼個，我哋演戲劇的工具有得有票啦，有得有，攏係我哋自家製造的，都冇用錢去買的。因為有部分我感覺到幾貼，譬如講，因為我哋現場有一啲模嘛吼，然後有一支機關槍，因為模嘅其實做幾強吼。所以能當初有個死嘅生命嘅嗰種幸福啊，幾耐來咯？也我特別來感謝我哋6隊300總頭劇場，因為也位冇嘅其實都係我哋延續嘅6隊300嘅係頭擺白公講，因為有白公嘅角色嘛，我哋也擺嘅看到神秘也有白公嘅角色，故所以我哋都延續下來。機關槍嘅部分都多日本時代。日本時代，伊哋一下路做機關槍，我除咗想講，也就道具應用嘅準備嘅時間，他個人都係想講，可以用嘅到300嘅，然後6隊300嘅衫褲，咁我哋都嚟，愛修愛改嘅，咁我哋嚟修改。包括我哋嘅機關槍啦，講我哋嘅橋嘅也部分，其實有幾多幾神奇嘅，包括我哋做橋嘅時間。也有他個人冇共用的意見，冇共用的意見的時間，因為我嘅喺陸地講做編劇嘅部分，也天天嚟他個人共下練習，所以加上村長也會提供一道意見俾我。等於都講，其實嗰時喺排練嘅過程底背，係幾多嘅嗰種冇共用嘅一種他個人天數啦。他個天數有的雖然講有的衫褲係對以前留下來，但是現場有幾多嘅道具啦，其實喺現場做，譬如講我哋呢嘅機關槍吼，其實喺現場做，嗰時他個人唔單止係演這個一個角色，同時這個可以做乜都做乜嘅，因為其實真係冇簡單，因為等於都講其實當初我哋呢6隊300嘅總頭劇場結束以後，其實有幾多嘅總頭後來都冇排練嘅。好，故事都冇寫下來，但是新比來講嘅話，伊哋幾貼喺講喺中間，他個人還是有練習，雖然講可能練習冇共樣嘅一啲劇場嘅一啲內容。對村長來講嘅話，你想因為講，從安尼一啲劇場對村長嘅行銷，村長嘅形象有什麼幫助嗎？有啊，因為寫總頭啊，你較水活動嘅東西可以安尼延續沉下去啊，係咪可以帶動安尼新秘？要發揮講也新秘有安尼嘅東西，有安尼起出來要完全從客家安尼文化客家嘅文化留下來啊。係啊，安尼一幫嘅炸彈用保特瓶做呢，保起來做呢，我們都安尼都全部用安尼嘅東西。利用也得有人模來製作這個，我也是覺得這些參加者戲劇這些頭腦都是很好，攏夠好啦，全部都夠好嘅頭腦啦，不如利用關用乜東西來做乜東西來用，佢唔是花多錢，所以合作哦，行人吼，都安尼有咧安尼個勤儉，個來吼個淳樸，但是很淳樸，但是不會落寞，也是很上進，在爭在求這一點。佢從這個係來講，這個嘛係編劇兼導演，因為嗰時間你有講到講把戲嘅村莊放入來嘛，然後用戲嘅生命來串聯。當初我想到講來專門做貼配下戲嘅村莊嘅故事咯。其實應該講啊，香港所採啊寫嘢嘅計劃嘅時間，一定都有想到講，我哋地方上嘅能量係乜嘅？戲嘅總頭一樣嘅戲，如地講有。收視被戲嘅總頭嘅地方人頭啦，我哋都開會，
如成立的推动委员会。哎呀，推动委员会开始，他讲如经常都开始演出的时间，应该讲排练一直都演出，我哋演员4个钟头，全可以让我派人出来，嘿，接下开会的时间，乡公所个市民如讲，各村的村长、理事长归去，来推选演出的人员。若无人参加，如村长还无如理事长会出来选。我讲，今日如演出的6对300，嘿，因为6对300。波都有8的。嘿，错，冇错，嘿，所以也为故事，如哋讲，一方面哦，他今日拢已经有经过的，尤其老一批的，一定拢喺经过一道事情，所以一定出去看一出戏剧的时间，一定有感受。但如果你要写村庄的故事写出来以后，你至少太弱路有人提讲，哎呀，以前也村庄发生乜事情，另外一个村庄我可能有谈过，但是我可能做过去以后，我都发现到原來這是安尼的事情，因為其實日本人跟台灣的直接唔准他講你拜這個神明嘛，或者這個神明如果哪一邊啊，好，同時嘅戰爭的時候，如果邊防空洞啊，好，嗰種這些東西全部寫戲劇地方的時候，我相信我哋睇一下看到的時候，真的以前的嗰種回憶都全部上風來，係啊，甚至於都哋講我哋演出結束過後，還有採天嘅人就嚟同我講，唔能演咧哦，同我哋頭擺哦，度過嘅攏一實實嘅強樣，有嘅個後生嘅啊，如果同我哋講，頭擺我哋阿公有講過，係我哋頭擺也喺地方上有發生乜嘅事情，如果係唔定頭埋做出來嘅那一部分，係嗰個有得到我哋地方上人嘅回響嘅。嗰個其實按你的戲劇來講嘅話，唔單止變成一個戲劇哦，而同時嘛可以去變，他個人鄉莊嘅人提供，以前他個人發生乜事情，佢對未來呢有乜期望？其實我哋新幣一下一出到嗬，攏係用戲劇來行成我哋新幣。未來其實我哋今年都有一下新幣沙期有一個計劃，都係以客家婚禮來進行嘅客家語言也會傳承嘅計劃，也會部分我哋都哋講3月嚟做調查，4月嚟開始開課，有20節課，每一節課有2點鐘嘅時間，下後我哋會在10月嚟，因為同結婚有關係嘛，所以我哋在10月底嘅時間，我哋會辦一場嘅嘅呢司機嘅結婚嘅儀式嚟進行。下後我哋會用分攤，甚至於我哋同亞嘅部分編啊戲劇嘅劇本，我哋做2026年嘅時間，我哋來繼續來傳承亞嘅語言同我哋嘅戲劇來行成我哋嘅新幣。對下講，因為講我哋近卡路本在村莊地方都有啲地方在做嘛，哈，嗰時可能也會地方可能會有一啲田野調查，然後同時後來下會有用一啲用客家嘅婚禮也會重點，好也會做一啲課程嘅內容，然後會有20節課、每一節課2點鐘嘅一啲課程，咁喺度訓練係啲學員，都變成等於講。下後開始做司機婚禮嘅時候，一啲工作人員，係，都哋講因為我哋課程安排嘅大部分都係同我哋客家婚禮有關係嘅，叫做細節，他個人學習到嘅，如果在10月底我哋呈現出來，本他個人第一講，頭擺我哋在客家嘅婚禮當中，我用嘅講司機，還是講我哋掛燈嘅啊，係。還有綁麵啊，係一道課程，甚至於如頭擺老一批嘅有300條嘅道，係我哋攞一排啊課程地擺，真嘅長開結束過後，我哋嚟去轉編啊戲劇嘅劇本，係一方面我哋也可以分攤，我哋同一道部分行社話多國中啦、國小啦，甚至於沙期。譬如沙期，每天都肯聽講客家嘅沙期哦，有本好多嘅沙期，還是講有地講對也會有興趣嘅，我哋攏可以推銷講，第一講我哋一下目前新幣做下到乜嘅長途，希望他個人有興趣可以來新幣留了安尼，係再來如地講，也部分結束過後，我哋可以去延續到講以後。我哋新幣係咪可以用
我哋呢總頭嘅劇場嚟變啊，參日本頭擺嘅電幕劇樣嘅，係，嚟講有人客來，我哋都可以演出俾人看安尼。因為其實也係一個貼拍的嘛，但是嘛算是一個形式類的嘗試啦，因為嗰時村莊會用戲劇變成一個村莊一個發展的重點，咁村莊咯。用戲劇變成村莊發展的一個行銷重點，你這個有咩想法咯？夠好啊，因為西莊條冇辦法發展先啊，冇安尼用戲出，個貼拍同拍裝冇共用嚟做，幫人唔會去未來變裝啊，安尼向前那邊發展啊。但是唔會規模下呢，到時候民要出來做戲呢？啊，做戲唔怕啊，心情會更快樂啊。怎麼剛才說，就像我講變電幕劇的時候，村長每個禮拜六、禮拜天都要上場的。係啊，以往咯，有時候他跟演員吼，搶個起出的時間，才剪斷搶的哦。村長，睇書嘅。我睇書剪呢，佢呢剪啦，有限落過來呢。希望伊無剪迄搭，伊無法來做戲，好嘛？伊喊不如我哋戲出嚟，如果變啊老師落去貼片影去講啊，但是下擺伊來都唔佇講，我興趣是做嘛會啊，伊即個又唔佇啊，大家時間要幫到啊。也真係都馬祖古朴呢吼，某個事情都要聽一聽數。嗰種戲劇一件事情，唔單止講可以幫伊個村莊認識自家歷史，同時戲劇嘛可以幫村莊嘅人去本他嘅人去認識一下村莊，同時嘛幫一下村莊嗰度嘅事情本嗰度人哋。基本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大家又經過神秘，好嚟神秘了。休息一下喎，得聽我哋欣賞來，求下運通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